台湾的金蕉这几冬拢拄到出产过量的问题，各界拢咧想办法拓展销路。其实叶尾黄的青金蕉嘛是真营养。今仔日高雄参旅大学伫甲农民合作，将青金蕉摕来做料理，希望会当改变民众对金蕉敢若是水果的印象。豆子将切好金蕉底片煎过了后，顶面是放假肉包起来，就先做一道意国的青金蕉水饺料理，也佮有特定的料理，有鸡卵糕、顶盘、汤等等菜式，都是用青金蕉来入菜。因为青金蕉有抗性淀粉，食起来口感亲像马铃薯，也真有营养。因此，高雄参旅大学总铺师是将青金蕉做成各种无同异国料理，让大家来介绍青金蕉的好处甲营养。这几年来，新常常拢会拄到金蕉盛产，盛产的时阵就拢去化。我一年辛苦就搁无啊。今年我开始做绿椒坚果的开发，到今年9月，阮做金蕉贡丸、金蕉烟尘。其实你想，绿椒若用做，咱来用做绿椒料理的时阵，是毋是？咱的用法就做一种的，袂干那是水果尔。台湾一年四季拢有金蕉，不过金蕉成熟了后就恶坑。屏东一位青农倒来故乡投入金蕉的种植，嘛开发青金蕉的料理，配合金蕉会当有无同的出路。绿椒我们讲它就是抗性淀粉，其实对现在来讲说是一个健康食物。那其实透过这个烹调法，增加它的风味，让大家可以更接受这个食谱去行销，那也可以解决蕉农或者说在地这个可以让它欣欣向荣延续。台湾金蕉上大产地伫屏东，全年拢会当生产。不过大家拢把金蕉当作是水果，所以唔知影青金蕉营养甲料理的方式。未来学校嘛将是破公开，嘛协助农民拍开青金蕉的销路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